五不窮六不絕，7月又見彩虹喎。點解今日有啲咁嘅題目啊，林 Sir？我哋係睇好成個5月份嗰個市況嘅，咁啊好多嘅弟子群組入邊都揸住股票嘅。5月翻嚟嘅時間，咦有啲又去到保利加通道頂線附近啦喎，走唔走啊？咁我經常都同佢講，5月份氣氛係好嘅，揸耐少少唔緊要㗎。如果你沽完之後連升10日，你會唔會即係攬住個頭喊咧？咁所以5月份啱啱先至踏入咗，唔需要咁快沽貨嘅。上市呢個23000點咧，好容易嘅事情，唔好驚青，升的又走，升息的又走。成個5月份都係屬於中美談判利好嘅時間，所以咧就唔需要咁急於走貨。嗱，點解6不絕咧？6月份嘅時間咧，美國咧就有財政上嘅風險。如果美國喺個債息方面嚟講咧係有風險咧，反而港股係唔會點弱嘅。7月咧就可能咧再創今年嗰個新高嘅。好多嘅股份嚟講咧，5月份都有賺錢嘅機會。咁啊，大家不妨可以留意翻今個禮拜六1點半嘅時間咧，我哋有個課程，直情有好多嘅股份係我自己本身咧已經係 highlight 咗出嚟咧。5月份最容易有機會賺錢嘅股份咧，咁喺禮拜六嘅嚟講咧係與大家分享嘅，不妨可以盡快報一報名，越快報名咧，仲有一啲優惠可以俾到你嘅。